上好台湾囡仔的豆腐。大家好，我是妮妮，我是英昂，同齐来听送予台湾囡仔的故事，甘为林。你要会记得，点解是咧讲啥的故事？李修啊，佮有讲到李修带马偕医生到北部淡水宣教。无毋对，台湾北部的宣教，就是对李修甲加拿大的马偕医生开始的。马偕医生伫台湾北部传福音，甘为林牧师伫台湾南部传福音。因甲当时的宣教师前后建立台南新乐病院、台北马偕病院、淡水牛津学堂、台南中原中学、台南新学院、甲台湾新学院，拢是台湾社会上早的西洋医疗甲教育。其中，全台湾头一间青梅甲 A 教的学校，就是甘为林牧师所设立的。即马咱就来听甘为林牧师的故事。甘为林牧师甲李修同款，伫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出世，对格拉斯哥大学毕业，进入自由新学院读册。毕业了后，受派到教会做传道的工课。1871年受封做牧师，同一年受派到福尔摩沙，就是即卖的台湾做宣教师，是第二位对英国长老教会派来台湾的宣教师。头一位就是李修牧师哦。3个月了后，甘为林牧师总算是到伫台湾啊。伊是坐飞轮机吗？当然毋是啊，伊是坐船。伊对打到上花，就是今仔日的高雄。隔日对海路来到台湾府，就是即卖台南。医生住伫马雅国医生开设的医院，伫二老口的旧楼。哦，我知影，是伫即卖北门路老唐牛肉面派出所遐。对啦，甘为林牧师的宣教旅程就是对遐开始的哦。你敢有去食过迄老唐牛肉面？袂记一啦，迄毋是重点啦。迄个时阵哦，较庄卡的所在，甲原住民的部落，坐船是拢无法度到的哦，拢爱用行路的。哇，安尼甘为林牧师真正足有冒险的精神，嘛有足勇壮的脚，我实在足佩服伊咧。我若是行路行半点钟吼，脚就酸软落去啊。到遮来啦，你爱去运动啦。甘为林牧师对伊的宣教旅程中，应该看见足侪故事吧？伊敢有甲咱共款讲故事，互别人听？伊毋若是讲故事互别人听，伊阁写真侪册，将伊一路看到的代志拢写落来哦，亲像《Sketches from Formosa》。福尔摩沙素描。阁有一本是伊翻译的册，《Formosa Under the Dutch》。荷兰统治下的台湾，是咧讲荷兰统治时期的台湾历史哦。这个册真正是甘为林牧师送予台湾人的礼物，因为伊用文字将遮尔珍贵的台湾历史法典写落来，咱才有机会了解咱的土地甲咱的故事。甘为林牧师看到荷兰的传教士资料的时，发现长期住伫台湾的荷兰宣教师嘛有学习台湾的文化甲语言，所以甘为林牧师嘛希望大家用台湾人的母语来宣教。你敢知影伊是安怎学习台语的？毋知呢。迄个时阵拢是用台湾的白话字来学习哦，这也是白话字会当流传到今仔日的原因。故事要继续讲落后，甘为林牧师伫传道的旅行中，发现当时台湾社会有真侪后来才变做青梅人哦。为虾米安尼？真侪人是因为破病造成的。当时的医疗发展无遮尔发达，可能是因为发烧还是感染，有的身躯的器官就安尼受影响，有的人变做是目睭看袂到。当时青梅人差不多有15000人左右，所以甘为林牧师真希望会当帮助遮的人，因为大部分青梅的人敢若会当做乞食，生活非常的艰苦。甘为林牧师为着要帮助遮的青梅人，伫1887年转去到英国的时阵，向苏格兰教会募款525块英镑，大约是即马新台票200几万哦。
将这个凸版印刷术载转来台湾。凸版印刷术哦，是互册眉的人用的点字吗？哟，你真巧呢！甘威林牧师伫1888年的伦敦筹备真侪普拓印刷册，其中一本就是点字粗学册。3年后，甘威林牧师用募款的资金，伫台南租一个所在，开始册眉学校的教育。迄个所在就是洪公祠，学校叫做训诂堂。即摆的台南北门路遐，嘛有一间启聪学校，是为着遮的学生建立的。以前的训诂堂嘛拄拄好伫今仔日的启聪学校附近哦。安尼讲起来，台湾的册眉教育是对甘威林牧师开始咯。对啊，当时开始即个学校教育册眉的人学习点字甲读圣经。可惜的是，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日本政府接管台湾，迄个时阵台湾的社会真乱，无法度，只好甲学校拢关起来。毋过，非常有智慧甲疼心的甘牧师认为讲，若是要互搁较侪册眉人受到帮赞，册眉学校应该爱对政府来管理。所以，伊写批予迄时担任台湾总督府事务长的伊泽小二，伊泽华秀治也亲自到伫东京，真拍拼想要说服日本政府，甲即间学校接落来。迄年是1896年，伫甘威林牧师的努力下，4当了日本人正式来接班。立岳帝庙也是即马台南市民权路附近文昌祠后面的厝，设立教育部管理的册眉学校正式来成立。1915年，大正4年，大正4年，为什么是大正？因为迄个时阵台湾是去予日本统治的啊，所以是用日本的年号。迄一年，日本的财团为台南慈惠院教育部捐款拨地，伫台南寿顶建立册眉甲下教的学校，就是今仔日的启聪学校台南校区。过一年，嘛开始招收无法度讲话的人。头一届的下教学生就是迄时开始的。甘威林牧师对台湾的教育贡献真侪呢。毋那安尼哦，伊阁有编写罗马字甲汉字对照的下门字典，也就是即马大家咧讲的甘字典。初版是日本横滨玉国蛤蟆福音印刷株式会社印刷的，台湾教会公报社发行，头一批有1000本哦。哇，伊的台语真正足好呢。当然咯，无伊是要安怎写字典？甘威林牧师伫台湾拢总46年，透过写册记录家己伫台湾宣教的过程，翻译荷兰传教士史料，替台湾留落历史的见证甲宝贵的资料。伊嘛替册眉的人设立学校，拢替台湾的基础发展带来真深的影响。后一集会甲大家分享瞭望的故事，伊甲甘威林牧师真有关系哦。会记得订阅甲开启小铃铛，才会当听到趣味的台湾历史故事哦。妮妮，因安，祝你平安。是啥物款的听来之所在？予人伫帮赞影响规世代。对天顶的听进入因心内，这款的听是美妙充满开来。是啥物款的听来之所在？是天顶的听，咱得着帮赞，生活有稳定自爱。
房产影响规世代，对天顶的听进入因心内，这款的听是美妙充满。